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1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严学通教授。这个严学通教授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教授。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好几次这个严学通教授，发过他的视频。这个严学通教授给我的感觉言辞比较犀利，他跟央视那些什么著名的主持人或者评论专家似乎不太一样，调子调门也不一样，但他又不是网上大家所说的公知，似乎又不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如果大家对严学通不太清楚，那么大家看下面一段视频，就是说为什么国家宁可支持外资不支持本国民族资本发展？它其实不是不支持，它是不支持大的民族资本发展，它支持小的民族企业，它的政策都是支持小的民族，作坊啊，也是小摊小贩啊，个体户，它其实政府是非常保护支持的。但是呢，你不能做大，你一做到有规模，政府就各种政策卡你。那后来呢，根据分析呢，就是根据政治学原理呢，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权，它是以资本为基础的政权，还是以枪杆子为基础的政权，就是以枪为基础的政权，还是以钱为基础的政权，他们在这个上有个区别。就以钱为基础的政权，它需要民族资本做大，因为这是它基础。枪为基础的这个政权，它不能让民族资本做大。民族资本一旦做大，它必然和你政府争夺政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对民族工业政策它是限制规模，它而不是说是完全的打击。一到规模，它就为什么你一到规模，你就在政治上提出要求。外资为什么不限制呢？因为外资你让做多大，它没有政治要求，它不会威胁到你政权。所以这关于各国政府各种政权对民族资本的态度，你看严学通他就能毫不避讳，一针见血的指出来，所以让人感觉他是个不太一样的公共就是知识分子。最近严学通他又接受一段采访，这个采访中严学通对主持人说他说很多人当被人说成是现实主义，觉得好像脸上挂不住。他说我恰恰相反，谁要说我是现实主义，我还觉得挺高兴的，就是现实主义这个标签贴在别人身上，别人会不高兴。咱们俗话说，你这个人太现实了，不就这意思吗？好像不是什么好词儿吧？但是严学通说，对吧？你把现实主义标签贴到我身上，我没什么不高兴的，我还挺高兴的。为什么呢？严学通说，因为首先现实主义这个词儿让人感觉很实在，这人不会虚头巴脑的。第二个呢，现实主义就是尊重客观事实，以客观的事件作为看待问题的基础，而不是凭着主观想象，很生活和接地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用在我的身上，我挺愿意接受的。然后关于人治和法治，这个严学通他有一段评论，他说我相信很多学者都认为法治肯定是未来确保道路的一个正确性的必要部分。咱们也经常呼吁，对吧？要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没毛病。但是严学通他有不同的看法。主持人就问严学通，他说但是您却反其道而行之，您强调所谓人治，强调只有领导力，只有领导人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严学通答道，他说为什么会提我的现实主义理论呢？他强调的就是领导的作用，制度的作用不是没有。他说制度是由领导人制定，就是领导的权力有能力制定改造制度，甚至他有能力推翻制度。这样的能力你忽视他，那制度被领导人推翻了，你怎么办呢？他说的确实是现实主义啊，现实社会就是这样在运行。他下面还举例子，他说制度主义就是自由主义。他们对我这个很不以为然，结果等特朗普上台后发现了，居然就约束不了他居然能做到很多。就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大家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特朗普就做到了。就在刚刚，特朗普在他的空军1号上面签署了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以后2月9号就是美国湾日。特朗普不仅说，他真这么做了，你能把他怎么样？这真是现实的例子。严学通说自由主义为什么衰败呢？自由主义因为走向绝对，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原则，这个原则归结为政治正确，就变成什么呢？说我是正确的，你不能够挑战我，不能和我不一样，你和我不一样，你就是错。这样一个不容忍其他的思想，不容忍其他观念的政治绝对正确，导致了自由主义走向衰败。严学通还说，我想任何一种价值观
走向绝对，走向认为自己绝对正确，没有一点儿错误的时候，这个价值观必然走向衰败。读到这里，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严学通他在影射，或者某种程度上他是上帝视角在看这个事情。你自由主义在走向衰败，那专制主义一样的必然走向衰败，因为专制主义它不也是绝对正确吗？还有一种一定要记住了，自由主义走向衰败，这个不置可否。我们假设自由主义走向衰败，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专制主义就要繁荣昌盛？这不一定吧，他们不是什么跷跷板的关系。换种说法，自由主义失败了，那专制主义就能胜利吗？我想严学通的意思是，任何事情不能绝对，如果你标榜你绝对正确，实际上你已经走向失败，大概就是意思。所有的制度都一样。严学通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我觉得他在国际关系这一块还是比较清醒、比较独到的。我清楚的记得他说，俄乌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只有伤害，也不是说只有伤害，就是伤害更大。相比较你获得的那些收益，我记得我还转发过这个视频，给我的感觉，严学通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跟什么金教授、韦伟老师这些所谓的学者还不太一样。好像还有一个叫清华大学，还有一个叫吴大伟的吧，也是国际关系学的教授。他认为普里戈金到白俄罗斯去，那是跟普京来唱双簧啊，准备要从白俄罗斯进军这个乌克兰基辅啊。但是我看完之后我都傻掉了，国家花钱养着这样的人啊！如果你是个自媒体，你自己刨食吃，你又不花纳税人的钱，那你可以，你这么说，你要是夹头，咱们这么说情有可原。你可是花纳税人的钱，你可是领工资的，那这水平，总之严学通教授跟他们不太一样。但是严学通的争议确实也挺多的。他本人既在美国读过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其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10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同时他还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实际上只有具备他所说的现实主义理念与思路的人才能中外通吃，左右逢源，上下芳菲。严学通老师的这个主要学术观点大致包含以下内容，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也就是说有以下内容：一、以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严学通认为国家利益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共享的利益，因此没有阶级性。他认为应效用分析法来判断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他这一理论为中国外交决策从意识形态为原则向以国家利益为原则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什么意思？别的国家跟我们国家意识形态一样，观点一样，那我们就是朋友，我们就做生意。现在不，现在是谁对我有利，那我们就做朋友，国家利益优先，而不是仅追求意识形态。二是构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严学通认为国家应以对内负责和对外讲信誉作为道义的标准。你对内你要负责任，对外要讲信誉，这个就是道义。第三个说提倡科学研究方法和预测。严学通认为无论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共性都在于科学性，而科学性的本质就是观点逻辑自洽、可检验和可用于预测。实际上严学通的这些现实主义理论总体上看好像他也没什么问题没有什么争议性。他说的难道没有道理吗？国家对内对老百姓你要负责任，对外你要讲信誉，这是个道义的标准，我觉得这个没毛病。俄罗斯对外就没有信誉吗？签了那么多协议都撕毁，签的协议都是用来撕毁的，所以俄罗斯就是那个样子，没毛病作为学者，这也是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但是对于严学通具体的一些观点或者他表达的观点，那还是让很多人吃惊的，也不能理解。你比如说严学通说爱国是每个人天生的情感，就如同子女对父母的爱一样，根本不需要通过教育来灌输。只要一个国家值得人爱，那么大家自然会爱。这个你看让很多小粉小红正能量他受不了了，他们不仅要号召爱国，而且他还要教育别人爱国。他通过教育别人爱国，他要割流量呢，割韭菜。加德老师就是这样的。那严学通说你爱国根本就不需要你教育，他言下之意就是你这个政府这要做得好，这国家对老百姓负责，那爱国是一种自然情感。这个观点跟我是一样的，我是支持严学通这个观点的。我一直拿美国举例子那么人家也爱国，美国人不爱国，他在自己的房子插国旗。日本我到美国去美国那些别墅家家户户都插着国旗，但是呢美国人也有把国旗做成内裤穿着的，你不能说美国人不爱国。所以爱国它是一种朴素的情感，一个国家值得人爱，那么大家自然会爱，这个观点没错。严学通还有一个观点，这个争议就更大了，
谈到和平的问题时，严学通说投降是能最快实现和平，因为一方投降，战争就结束了。这个事情在当下俄乌战争这上面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很多人就呼吁这个乌克兰，你为什么不投降呢？连普京都不能理解，你这么玩命的抵抗干什么呢？你是在替谁打仗？你是替美西方打仗？投降不就完事了吗？和平就到来了。俄罗斯人就对美西方说，你们为什么要帮他？只要你不给武器，他就打不下去，和平就来了。你看似乎还挺有道理。严学通还说，军队不能维护和平，因为军队一打仗那就是战争。关于严学通的这些说法，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也就是说他的上下文，他的背景，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情况下说的，前后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说有断章取义之嫌。实际上严学通教授在做了这些铺垫之后，他又说，他说投降虽可以快速实现和平，但是对于投降一方来说，安全威胁仍然在，而且也没有尊严，因为投降就要接受不平等待遇，而军队争取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军队的作用在于维护和平前面的尊严二字。另外，严学通还有一个观点或者他说法让大家好像觉得挺理解不了的。他说国家大事，老百姓不要过多干预，这个说法确实就是叫难以接受。所以这个严学通教授的言论比较现实主义，也太现实了。你正因为他太现实，所以你不能说他没有道理。那现在正在通行的就是这样。但是他某些具体的言论、具体的事情，他的评论也容易让人找到叫过于现实主义，就太现实了。你看我们的说话就是现实，说你这个人现实好像褒贬还不好说，但是要说你这个人太现实了，加个太字也肯定是贬义了。那有的时候严学通教授的说法呢，给人感觉就是太现实主义，有人就对他的这个爱国主义不需要教育进行批判。这个观点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教育息息相关，爱家爱国的情感与思想必然离不开教育，否则自然而然的自然主义思维下，人永远都会近乎于一张白纸。这个教育教化还是有它的功劳的，但这都是一家之言，更倾向于爱国是一种本能，不是教育出来的。这点我觉得跟严学通的这个观点比较一致的。就像男的爱女的，女的爱男的，这种是一种本能。当你感受到国家在保护你的时候，对吧？当你感受到国家在为你提供各种保障、提供各种机会的时候，当你感受到在这儿生活很幸福的时候，那么你自然会爱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容忍这个地方受到侵略、受到别人侵犯。这个多简单，你就得保护它，因为这跟你息息相关了。关于这个和平，严学通教授说，投降是和平最快途径。我们要去理解这句话，什么叫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我真的是打不过他，完了也没人帮我，那你怎么办？如果后面还有人帮你，你说我抵抗；如果后面没人帮你，你又打不过他，现实主义那只有投降。那你不投降还能怎么样？那真的是打到最后一个人，这叫现实主义吗？你比如乌克兰，你要投降了，那你就是臣服俄罗斯不就完了吗？对吧？你的国家还在，人也还是那些人，为什么不？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呢？你为何而战？为什么而早投降早受益？按照这个逻辑推论，就是同样这种环境下，你可以套用到中国的抗日战争。那汪精卫就是个理论。汪精卫说，我们为什么抵抗？我们为什么上美西方的当，挑拨我们中日兄弟之间内斗？我们是一衣带水，我们文化是同根同源，我们是自己人，我们那叫骨肉相残，让美西方让白种人看笑话，这不就是他的理论吗？你仔细想想，那似乎还有点道理呢。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投降？这汪精卫反正他是投降了，那你要这么现实主义，那抗日战争还有问题？错了。但这个我不是说批判袁学通老师，因为他这个投降是和平最快的途径，他有语境的，他真实的意思恐怕也不是让乌克兰赶紧投降。现实主义什么意思？现实主义就是利益比面子重要，利益比自尊心重要，这就是现实主义。你失去点自由怕什么？你不是活下来了吗？而且活得挺好，那你自由少一点不也挺好的吗？这就是现实主义啊。不过严学通教授所说的老百姓不要干预国家大事，我觉得他这个说的不太好理解。实际上老百姓他也干预不了国家大事，老百姓怎么干预？老百姓无非就是抱怨一下，发牢骚，你还能怎么样？咱们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咱们还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些都是教育老百姓要积极的关心大事。更何况按照维维老师的说法，我们的大头在那儿，对不对？我们手上那是小头，大头
头在国家那儿，那我们又不关心，那是什么意思啊？实际上，这个就是严学通教授他的现实主义观点里面，他是对人治的强调。人治那就要求这个领导人绝对是个强势、威权，他有非凡的领导力，他不能犯错误。这也是一种符合现实主义理论的思维。领导人或者说政治人物的历史与现实重要性，你也不能否认，事实也是这样。特别是伟人的作用更是极为明显，这也是为何人治思维大有市场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人类社会和文明的进步恰恰就在于现代当代国家制度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走向文明的法治宪政阶段。这样的文明制度进步就会越来越相应的削弱弱化人治的这种比例，弱化人治的作用，一切靠制度。如果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依然过度迷恋强人政治，就像狄波老人那样的迷信人治的分量相对弱化法治制度化的文明力量，那肯定是一种思想的退步和退化，是开倒车。即便特朗普这样的人，他的表现，他是现在最有权势的美国总统，最强势的美国总统，那给人感觉他是人治强人政治。但是至少目前来看，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超越美国的制度，他还是在美国先贤们设计的国家权力与利益的这个制衡体系里面运转。你比如说特朗普他不是要废除叫美国出生公民权法吗？任何在美国出生的都是美国人啊，自然就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要不那么多明星那么多人跑到美国生孩子去，就像做美国人骂。特朗普说把这个废除是这样的，但是特朗普这个法案这个行政命令一出，联邦法院法官立马否定了，至少说明特朗普没有到一言堂的地步。特朗普确实有那么一点这个强人政治的影子，满嘴跑火车胡来，给人感觉一会儿格陵兰岛，一会儿巴拿马运河，一会儿要加沙。但是我想他至少目前为止还是在美国的舆论监督之下，美国的两党政治的这种制约之下在行事。我也没办法预测说特朗普3年以后会怎么样，他还连任不连任不清楚，但至少目前没有。有人说下一届让万斯当总统，特朗普当副总统，或者是叫特别顾问，万斯搞一届，然后特朗普再来竞选啊，有这种说法。也就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玩二人转，特朗普也可以学习一下玩这种二人转。民主党还有谁能抗衡？但是我想在美国的这种民主党共和党这种两党政治之下，这种制度之下，特朗普想这么玩可能性微乎其微。一个是制度不允许，第二个他年龄也不允许。如果他现在40岁，那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严学通教授认为政治绝对正确化导致了自由主义走向衰败。还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自由主义真的是走向衰败了，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显然并非只适合自由主义这一种形态，其他的什么主义不也一样吗？你只要是政治绝对正确化，那什么主义都要走向衰败。完全理想主义化的绝对平准主义更是要求一切领域政治正确性，不能有任何智慧的地方和自由。你只有感恩感谢感激，你只有鼓掌，必须是一句顶10000句，什么什么不绝对就是绝对什么什么，对吧？也必须让人思维中完全认可万岁万岁万万岁等绝对政治正确化才行。那么按照严学通教授逻辑，政治绝对正确的盛行岂止是在自由主义一家独有，这也是正是严学通的留白的部分。这块他不说，你们自己想去吧。人是复杂的，世界也是复杂的。胡锡进说啊，复杂中国，这现实就是这样。所以现实主义的确更能抵达人心，也更能为现实社会、国家与世界所接纳。这样的例子特别多，有很多底层的人或者韭菜受到委屈。我举个例子，欠薪欠你4年，你气愤，非常愤怒，你要跟他搞到底。但有一天人家说把你的欠薪给你结了，或者结90%，很多人把钱一拿到手，反而会感恩戴德。他不记得人家伤害他，他记得了我钱终于拿到手了。这就是现实主义年来的不公正不公平一笔勾销。你就好比吧，现在俄乌战争一旦停火，俄罗斯人如果真的撤到2022年2月24号边界，世界就会为之鼓掌。这个时候恐怕就很少有人再真的说要追究狄波老人的责任，把他送到海牙法庭啊，甚至有人会给狄波老人唱赞歌，因为他收起了屠刀。这就是现实主义。所以我什么意思？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精英分子，作为学者，如果一味的强调
现实主义，一味的迎合现实，甚至走向如现实的合谋，那就成为投机主义、机会主义。我们就能容忍这些不公正、不公平，这些黑暗，甚至认为它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正是因为世界如此复杂，所以我们不仅需要现实主义，我们也需要理想主义。还得有点理想，有点追求。我们上个世纪60年代3年自然灾害，大家想一想是什么场景？但是过了1年，大家等剩下的人吃饱了之后，很多人就会慢慢的忘记这段历史，甚至有人还要粉饰这段历史。这正所谓的叫死的人已经死了，我们活的人还要活下去，这就叫现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比如说，一个凶手把一个小姑娘给杀了，按道理这个凶手应该判死刑，但是这个凶手的家人、律师找这个受害者的家人沟通，给钱，给100万、200万，请求受害人家属的原谅。如果家属一出这个谅解书，那么很有可能在死刑就变成死缓。那我就想问问这个受害者家属是怎么想的？现实主义就是200万我要了，我给他出谅解书，逻辑就是什么所谓的公平正义不重要，已经死了，我活着人还要活，我拿200万给我改善，给我儿子买房、结婚、给彩礼，我要钱，人已经死了，你能得到什么呢？这叫现实主义。理想主义那就是钱我不要，只要他死，一命抵一命。但是你从这么多年最近这几年媒体报道这样的案例来看，一命抵一命的有多少呢？大部分都是现实。所以强调人治的严学通教授，他的观点是绝对政治正确，导致自由主义走向衰败。这句话他说了一半，容易让人产生歧义，也就是任何事情绝对化，它都会走向反面，都是错误的。那又可以引申为凡事不要极端。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